律师事务所若上班较稳定，我嘛想要来找一个头路，重新开始。咱那无问题，我会当甲你介绍头路。多谢你，我袂用接受你的好意，我要靠我家己的实力，找一个合我的工课。安尼嘛好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你若真正找无头路，啊，你能甲我讲一声，互我机会吼，甲你斗3工啊。书记啊，过去吼，我亏欠你真多，只要若有机会，我一定袂放弃，我愿意替你做任何的代志。对啦，这是我一点仔心意。你安尼是咧创啥？明良即摆当仔是开始上班，啊，你搁要照顾添教啊，这个钱，请你收落。袂用的，我袂用收你的钱，无你就甲当做是我要互明良的啊。搁较袂用收。明良若知影，伊同款会退下。啊，无安尼啦，这个钱，就算讲我要互添教啊，安尼毋就好啊？添教啊，对明良的养育之恩，我一直拢无机会好好甲报答。伊即摆身体都遮尔啊歹，书记啊，敢讲这一点仔心意，你也要甲我拒绝是？等添到一个，即嘛无需要开什么钱啊啦。你紧把钱收起来，我等下人客若来看到就好。好啦，既然吼你遮尔坚持，我以后才就讲啦。对啦，这条破呢，无论安怎，你一定要收落。这是阿嬷留落来，阿嬷有甲我交代，讲叫我若找到你的时阵，一定要交互你，因为伫阿嬷的心目中，你才是世界的孙媳妇。袂用的，我袂用的收，我即马毋是世界的孙媳妇。书记啊，无论安怎吼，你一定要收落来啦。等明良啦结婚娶某，你要传互伊某。明良的某？是啊。不管明良会娶啥物人，你是大家啊，书记啊，你暂时吼，就替明良保管。哦，水大水大，哦，你要滚水一杯来啉了无？啊，有滚水无？啊，我听到你啉啦。好，遐坐遐坐。哦，遐济汤啊，啊，中哥，你规遐济汤啊要创啥？明良食，啊，你要互明良食啊？明良食，中哥，这吼拢要互明良食的啦，啊，你无需要贵啦。要明良食，嘿啦，好，放下倒啦。好。先报这个，汤啊放咧吼，啊毋是喙焦，要啉茶，来，先啉茶吼。好。梅花秋地，梅花秋地，梅花秋地，明良啉酒醉啊，嘿，啉酒咱无酒啊，书记啊，啊明良从来毋捌啉酒啉到安尼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哎呀，到底是安怎会安尼啦？我知，我伫半路拄到伊的时阵，伊就已经啉烧酒醉啊。哦，伊搁一直讲吼，叫庆南莫甲俊生订婚哦。我咧摇，庆南一定甲俊生订婚啊。订婚，迄要哪会用的？迄会戏说讲哦，迄个庆南明良大汉杀作对啊，啊，即摆毋是甲明良我来随唱笑。报这个，你先遐坐吼，等明良来精神，我才带你来找阿喜进嘛。真是哦，你莫骗我。书记，庆南甲俊生订婚，这敢可能？你看这个囡仔醉到安尼，可能是都无咧啉酒的，有可能是真实的。少年人的感情吼，咱做事大是无法度插手啦。但不过，咱嘛需要了解真相啊。我看安尼啦，我来问阿喜姊嘛，啊问我清楚，有消息我就通知你。进来啦，甲我斗相共，我一定要房间困。哦，然后，水
拄啊遐闹热啊！哎，你遐济人，伊想走到无半个，无意思。紧，小水来啊啦！多谢。嘿，对啦，我伫灶骹吼煮一碗烧汤，等明日若精神才互伊啉啦。啊，你解酒哦。你实在足乖，啊，你来捌遮济啦？啊，就阮老母甲我教的啊。伊搁讲吼，你若爱一个人，你一定要对伊的亲人较好咧。所以我来遮吼，不但要照顾明良，而且吼，搁要奉替阿金你，搁有添到白啊。对啦，啊，添哥就感觉还佫伫咧听迄济。哦，我带去房间啊啦。哦，对啦，伊搁伫细细念讲吼，伊要等阿廖呢。阿廖，嗯，无紧你，麻烦你去遐看一下，伊若巴肚枵吼，灶骹有一寡鸡卵糕，你才切落去食。哦，好好好。金兰，感情物件实在是足歹处理的，是安怎咱拢无法子，拢脱袂开感情的束缚。阿金，海洋啦，什么代志啊？添到这个无去啊啦。敢无伫咧房间？规间厝四界找头，拢找无人啊。对，大门开开，伊一定搁走出去啊。阿姨姐啊，这大家嘛知影啊，竟然介意的人是明良呢。院长啊，听人来安尼决定吼，嘛是为苦衷啦。啊，我这做老母的，查某囝会当幸福，会当快乐，我有啥物话好讲嘞？看到明良这尔艰苦，我的心肝嘛那甲倒咧挂共款。阿姨姐啊，我知影吼，你对明良真好啦，是讲因两个人订婚，这是毋是甲阿姨有关系？这世明啊，你莫咧乌白想好无？阿兄是因为阮阿兄南部工厂有代志，啊临时调伊落去斗3工啊，啊你乌白怀疑，你叫人去即嘛是要甲你回答啊？你莫共为难啊啦！我厝内你有代志，啊无我先来转啦吼。阿姨姐啊，顺行吼多，谢。无啥啦。秀霞，我问你，这件代志是毋是你一手安排的？你想要要安做？你安做是要替你家己，还是替阿遐出一口气啊？即摆因两个人订婚啊，你的计划也成功啊啦，你感觉足欢喜？我转来吼，毋是要甲你冤家的啦，我只是带迄即嘛来甲你将话讲个清楚啊。你够奇怪呢？你谁哪袂当先脾气，我甲我讲话，逐摆拢爱歹声啥？毋是我爱讲你啦，你的歹习惯就是安尼啦。大概做啥物代志吼，拢是做了后才咧甲我讲。人俗气啊做，人就袂安尼。莫伫我面头前讲你俗气啊啦！添到白也无去啊，伊可能家己走对阿廖啊哦。金兰，你要倒？正生，虽然我已经甲你订婚，也毋过并无表示讲我每一摆的行动就一定要受到你的控制。我要去倒，敢就一定要向你报告。我当然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想讲吼，看你要去倒，我应该送你去啦。唔免啦，我毋是3岁囡仔，我家己要去倒，我家己会晓行，唔免别人送。金兰，看你唔敢讲你要去倒，你是毋是要找明了？对啊，我就是要去找伊。安怎？甲你订婚了后，我就袂用去找伊先。你莫袂记，咱拢是同窗的，而且这件代志对伊来讲，真正无够公平。我想，我应该来去向伊解释一下。无我陪你来啦，咱斗阵来去甲解释。唔免，这是我甲伊的代志，希望你莫吵。爱一个人需要活动，需要我做时间讲永远。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蕊。爸爸，明良，添到白的代志，你毋免烦恼啦。我已经甲恁细明阿爸讲啊，已经去找伊啊啦。你看，我的头脑真好吼，
人我吼，办项代志拢替你设想呢。明亮，我一直足希望讲，我会当永远陪伴伫你的身躯边。你若笑，我嘛对你笑；啊，你若哭，我嘛会对你哭。莫离开我，莫离开我。你放心啦，我袂离开你啦。我才袂亲像庆兰同款，看变面就变面呢。我会一直爱你，永远爱你。我爱你，庆兰，庆兰，我爱你，庆兰。庆兰，什么咧庆兰？我是银杏啦。庆兰，庆兰。银杏，啊，你哪一只？阿母，阿爸，银杏啊，阮兜内拢无人，干那你尔。你是你甲我远安怎啦？你阁好意思讲呢？你啉烧酒醉，拢是我咧照顾你。有淡无感激过，阁一直叫庆兰的名。庆兰，庆兰，庆兰早就甲准先订婚啊啦！就算你叫破头，吼，伊嘛袂回头啊啦。你嘛知影？不知影有啥物稀奇啊？大家拢嘛知影，都敢若查无刊报纸，找记者来采访尔。在想，伊现在会来做，伊根本就无理由甲俊生订婚啊！感情的代志，哪着爱理由咧？介意一个人，无一定着爱迄个人；爱迄个人，嘛无一定爱嫁予迄个人。我安尼讲敢对？啊无是要咱解释庆兰甲俊生的代志。你下当解释，就是庆兰已经变心，但不过我无法度相信讲已经变心啊！哎呦，你是咧讲啥呐？讲甲安尼花哥哥。明亮，莫插面两个代志啊啦！你即摆是律师案呢，你要娶比庆兰较好、较水的查某囡仔是满满事啦，哪会着为伊安尼心情咧郁卒咧？你安怎啊？我头壳足疼。头壳疼，吼，不要紧，来，我你俩凉，吼。安尼有较好无哈？庆兰啊，遐济啦。庆兰，庆兰，你别安真拄好，你甲我讲，你无爱准生对无？你无爱准生对无？这毋是爱唔爱的问题，我今日会来找你，只是希望你会当知影，就算讲咱两个也无愿意，这件代志已经是无法度改变的事实。你即摆来创啥？来甲我示威，来甲遐歹哦！你即摆来创啥？我来创啥？我想讲，以咱过去的情分，你应该知影我是来创啥。你是要来甲我讲，甲过去当作是一场梦。你即摆甲准生订婚，你即摆是梦醒还是梦中？这有啥物问题？就是咱两个从来就唔捌熟悉过，搞放袂记。等下，我无当来放过去，我无当来放过去，你袂去离开我，你袂去离开我，我无当来放过去。你先做啥？做啥？明了，你敢唔知庆兰即摆是我离婚妻？但是等下咱以前想，我绝对会帮你算。婚妻，我还袂记得庆兰已经选择你。那你来阮兜，是爱我甲你讲是啥强意思？明了，总讲你若是诚心诚意要甲我祝福，我当然嘛会接受。也毋过我甲你讲啦，
任何比赛吼，拢只有一个第一名。过去的功课，毋是你赢就是我赢。这届庆南伊接受我，这是我另外一届第一名。我相信以后一定还佫有真侪其他的机会，你会赢我。庆南，咱等下。等一下，正是，我要改正你拄则讲的一句话。我毋是恁两个人比赛的奖品，虽然我已经甲你订婚，但毋过，我也是我，并毋是你的物件。庆南，亮亮，庆南还佫真有个性，是毋是？我相信这嘛是咱两个人拢介意的原因啊。也毋过我甲你提醒一下，以后是我甲伊的直线关系，毋是以前咱三个人三角关系。我相信我来讲，你会知影。爱一个人需要活动，需要我做时间讲永远。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蕊。嘿，这间哪介面熟的？嘿，这间敢若阮兜咧？嘿，我敢若毋是？嘿，我青云咧？巴肚枵，巴肚枵爱吃鸭咧？啊，来吃鸭，来吃鸭，哎呦呀，天哥，是你哦，害我惊一个。你，我阿喜啊，阿喜啊，啊都阿喜即摆人无？阿喜即摆，无惊喜啊！对。哦，你跋书叫唔当转去哦，我带你转来家。不，天哥，这恁兜啦，哈，这阮兜，你无看这间旧厝，你就知恁兜啦，阮兜哟。系啦，吼，你来阮兜要创啥？我即摆吼已经走投无路啊，有路无厝啊啦。我是讲要来你这个所在，需要摒一个风头咧。哦，你袂见怪啦吼？跋书叫走咯，无要紧，老兄弟做你大。吼，安尼吼，你讲无客气就当大咧啊。对。对，点讲？哎呀，你后足久毋捌咧食前两杯啊，对不对？我来外口买一个卤味，挂串烧酒，两个咧下一个菜馆。酒啊，酒好，好我食一个啦吼。我来买哈。你买好，我随转来啊，等来好，你酒啊。少丁，少丁，是啥物代志？你走啊，香港？少丁，真实的，因为我私人代志爱处理，所以可能过几工我才会当来上班。无要紧，这几工嘛无啥物案件，你有代志你去处理啊。少丁，多谢你，无我来去吼。来听讲，来啉。好啉无？袂歹。听讲啊，阿辉，好佳哉哦，有你等甲我做伴，啊无我踮这所在有够无聊，够无趣的啦。好。对啦，听讲，阿辉，阮某阿春啊好无？阿春啊？阿姨姊嘛，阮某啊。阿喜即嘛，阿喜即嘛开干嘛店啊？哈，甲你讲的是足忝的，有影。来，你来，吸。对啦，天狗，你捌杀人过无？杀人？无，我拢杀鸭哩，我无杀人。阿弟啊吼，我毋是故意要杀伊的啦，毋知影怎样迄个刀啊，落去伊腹肚底入去啊，我想嘛拢想袂晓咧。阿姨啊，刀落去腹肚底哦，阿姨啊真勇哦。我实在，来，点。天狗，哪有人来过？我袂用猜讲我伫这所在，人少比就好。要比哦，要比国鸡哦。对，准备。陈看一个，有人伫遮啉烧酒，两块杯啊，到底是啥物人？小琪啊，听讲天狗啊，转来压了，安尼无看人。是啊，我伫咧找无人，你哪来了？人阮看到会搁互误会。当遮也无啥物人啊，是要误会啥啦？来啦，遮坐一下啦。小琪啊，我已经想开啊啦，不管别人吼用啥物眼光看我，
我也是坚持吼，我要做我应该爱做的代志。你即摆应该爱做的代志，就是好好管理你的病院，发展你的事业。我是要发展什么事业啦？无你伫我的身躯边，我感觉我的人生根本就无法度圆满。像安尼啦，两项啊卤菜，只要有你做伴，我的人生就搁足满足的。